用感恩的心，欢舞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小朋友带来乌克丽丽音乐表演，为小确幸怀旧市节裂开序幕。现场集结40名摊商，还有充满怀旧元素的动漫以及电影，让大人囡仔斗阵佚佗。最主要是帮我们环宇基金会的小朋友们，做一个募款，还有一个活动的呈现，就是他们呢会有一些音乐的表演，然后会有一些手作，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们有一些人是有一些绘图的一些天分，然后借由这样让大家更了解环宇基金会，它到底是在为小朋友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活动当中有侪民代来共同参与，响应环宇基金会的偏向囡仔暖心制作的幸福时光机客话。透过囡仔亲手做的明信片，让民众写着想要讲的话，予一年后的家己，并投入去幸福时光游荡当中。那这主要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很多弱势的社会福利团体他们的需要，还有呢陪着孩子我们等一下会把明信片寄到这个邮筒然后在1年后他们会再收到我们给他的关怀让他回顾到1年前的时光。那这1年，我们也一起陪同孩子们一起成长这场活动是市议员蔡旺全以及台南市社会局的大力协助而成。除了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更结合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台南市脊髓损伤协会等团体，除了让民众来踅市集，同时让大家了解弱势团体需要的资源。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